新樓市知多啲 ，Hello， 歡迎大家收睇 Henny 嘅地產頻道。我已經都有好幾日冇認認真真咁更新影片啦，因為呢兩日確實比較忙。帶咗幾個 YouTuber 嘅香港朋友嚟到我哋三鄉呢度睇別墅。咁提到三鄉嘅別墅，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嘅種類真係非常之多嘅，有獨棟別墅啦、聯排別墅、疊拼別墅、四分之一別墅。咁 Henny 係點樣可以快速咁樣判斷出你係適合邊一種類型嘅咧？咁我一般情況下就會問你話你嘅預算係幾多啦？希望關於呢一個問題咧，大家以後俾問到咧就冇反感，因為如果唔問清楚呢一點，可能會大大咁浪費你同埋我嘅時間，增加你揾別墅嘅一個煩惱。如果你嘅預算咧係百幾萬嘅，咁可以選擇嘅咧就係好似亞居樂啲田字型別墅啦，或者係華發觀山水嗰啲疊拼別墅啦。如果你嘅預算咧係200萬以上嘅，可以選擇嘅就有聯排別墅啦。如果你嘅預算有300萬以上嘅，可以選擇亞居樂嘅大型嘅聯排別墅啦，或者係獨棟別墅。咁總之喺三鄉嘅別墅門檻咧，就係 total 百幾萬就 OK 嘅啦。上不封頂，好似半山豪宅、景怡新村啦、屏東俱樂部啦呢啲獨棟嘅一個半山豪宅別墅，平嘅去到500幾萬，貴嘅咧就係上千萬啦。豐儉由人。咁我呢幾個香港嘅朋友話要揾200萬左右嘅別墅，但係咧唔要四分之一嘅別墅，所以佢嘅目標咧就非常之明確。我咧就總共帶佢哋睇咗4間別墅，咁就已經可以幫我哋揾到心中所愛。呢個效率算唔算高咧？所以以後你哋揾別墅可以大大方方咁同 Henny 講你嘅預算同埋你嘅要求。Henny 從業10幾年，對於三鄉大大細細嘅別墅可以話如數家珍。咁接落嚟咧就會教大家認識一啲我哋三鄉別墅嘅種類啦，以及相關嘅別墅區。第一個種類就係獨棟別墅，佢嘅一個特點咧就係獨立佔用，擁有完整嘅私人空間，包括庭院啦、花園啦、地下室啦。佢嘅私密性強，戶型設計比較靈活，通常面積比較大去到200平方以上嘅。適合追求高端居住體驗嘅家庭。代表嘅樓盤咧就有好似亞居樂嘅亞湖居啦、華發觀山水啦、景怡新村啦、屏東俱樂部啦、小龍灣1號啦呢啲別墅區。第二個種類就係雙拼別墅，特點係兩戶共用一面牆，共享部分嘅空間，比如話庭院啦、車庫啦，但係咧各自都有獨立嘅一個出入口同埋生活嘅區域。相比於獨棟別墅，價格相對嚟講係比較低，同時咧仲保留咗比較大嘅一個私人空間同埋一定嘅一個私密性嘅。代表嘅樓盤咧就有亞居樂花園啦、亞居樂半山中心城啦，選擇相對比較少。目前市面流通嘅房源咧亦都係比較少嘅。第二類聯排別墅，佢嘅特點咧就係多戶聯排、3聯排、4聯排、5聯排都有嘅，每一戶咧都有獨立嘅一個樓層同埋空間，通常係3到4層啦。帶有小庭院同埋露台。聯排別墅喺空間利用上咧係比較緊湊啲，但係咧可以提供比較好嘅一個居住舒適度同埋社區氛圍。代表嘅樓盤有好似亞居樂名門別墅啦、南橋別墅啦、藍澄灣畔啦、陽光花園啦、萬象雲二期等等。第三類就係疊拼別墅，佢嘅特點咧就係多層疊加設計，每一戶咧佔據部分嘅一個樓層啦，通過呢個樓梯或者係電梯連接，疊加別墅喺空間上相對獨立，部分產品帶有呢個地下室或者閣樓，增加呢個使用面積。代表嘅項目有華發觀山水啦，仲有附近嘅一個時代南亞北岸嘅。第四種係合院別墅，亦即係四分之一別墅啦、田字型別墅之類嘅。特點係多戶圍成一個院落式嘅佈局，共享公共庭院或者景觀空間，兼具獨棟嘅一個私密性同埋聯排嘅社區感。合院別墅通常比較注重呢個庭院設計同埋鄰里嘅一個互動，適合中意呢個傳統中式居住嘅文化家庭。代表嘅項目有亞居樂牌坊、藍澄灣畔、亞居樂陽光花園、海柏灣畔、或者係影柏灣畔等等嚇。以上別墅嘅種類喺三鄉都有分佈嘅，具體嘅產品類型同埋價格，因為每個樓盤唔同而唔同嘅，建議根據我哋自身嘅需求同埋預算，結合呢個項目嘅一個配套啦、環境等等因素綜合去選擇。另外咧，係關於三鄉買別墅一個不可逃避嘅一個非常之尷尬嘅問題，就係呢個水浸啦。呢個咧都係好多購房者最關心嘅問題。的而且確係三鄉地勢比較低，雨季咧尤其係強降雨期間，有部分比較低嘅路段有水浸嘅風險。但係咧 Henny 喺三鄉呢度住咗20幾年啦，呢種情況咧並非每年都會有嘅，而且呢2年市政針對呢個排水問題一直喺度做好努力嘅一個改善。
舊年嘅水浸情況咧就比以往就會好好多啦。咁亞皆老車站附近啦、伯利山啦、華豐街啦，由於呢啲地方地勢確實比較低，影響好大之外咧，其他小區幾乎係受唔到影響嘅。即使小區內部有積水，但係咧唔會輕易會浸到你別墅裏頭咯。雨勢少一啲之後咧，積水就會好快退。咁好似亞皆老藍澄灣畔啦、盈柏灣畔啦、華發觀山水呢啲地勢比較高嘅別墅區就從來未被水浸過嘅。呢一期嘅節目咧就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仲想了解更多三鄉別墅嘅資訊，歡迎訂閱 Henny 嘅頻道或者按照影片上方嘅聯繫方式揾到 Henny，我哋再深入了解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